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胡嘉龍 Simon Wu， 我係胡善文 Jonathan Wu， 大家好。2026年嘅胡說八道又開始啦。咁 Simon 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上一年特朗普嘅新嘅關稅嘅政策咧，就搞到全世界立立亂啦。咁當然咧，呢啲關稅又影響到澳洲喎。咁呢個關稅嘅情況咧，因為我哋出口比較多咧，會唔會令到澳洲會面對經濟衰退咧？OK， 咁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嘅話題嚟㗎。咁其中最主要嘅就係美國呢個關稅咧，到依家仲係擾攘緊嘅，仲係大家都係唔知道想點。其實到嬲尾咧，就係我諗特朗普嘅嗰個意向都未必一定喺關稅嗰度嘅。咁係乜嘢嘢咧？大家自己可以估下。不，若果係根據以往嘅歷史嚟講咧，大家係成日聽到咧，就係美國若果打個乞嗤都好咧，就澳洲就要感冒；若果美國感冒咧，就係澳洲會肺炎嘅。咁而家仲適唔適合咧？咁我哋今日睇睇啦。其實以關稅嚟講咧，我哋成日都要問一個問題：到底呢啲關稅嘅錢邊個俾咧？咁好多時候咧，其實係對美國本土嘅消費者嘅傷害係更大。美國政府係收咗錢㗎，但係邊個俾呢啲錢咧？好多時係消費者揞出嚟嘅。咁好啦，咁若果你話咁嘅情況對澳洲嘅影響點咧？我哋要睇睇咧兩個國家嘅經濟表現嗰個 synchronization， 即係大家同步嗰個歷史係點樣樣。我哋睇睇呢幅圖喎。呢幅圖咧就係紅色線咧，就係澳洲嘅經濟增長，澳洲嘅 GDP。藍色線咧就係美國嘅 GDP。若果你睇睇喺2000年嗱，呢幅圖由1980年開始。到依家到去2000年嘅時候咧，你見到紅色線同埋藍色線嘅走勢咧，其實係好同步嘅，即係貼得好緊嘅。咁跟住咧，你見到啦，去到2000年，去到2010年嘅時候，我哋叫做全球嗰個經濟大風暴啦、蕭條咧，或者海嘯咧，美國嗰個經濟係大幅度下降嘅。你見到條藍色線跌落去咧。澳洲反而冇事喎，咁澳洲喺嗰一次冇事咧，其實好多謝中國，因為中國嗰4萬億嘅救市嘅方案咧，就將澳洲扯起咗，同美國係脫節咗。而今次你見到咧，喺2000年呢個 Covid 嘅時候，大幅度下降嘅時候咧，澳洲係冇跟到咁貼嘅。其實咧，講到出口嘅問題咧，澳洲同埋美國其實嗰個相關聯係唔係好大。澳洲出去美國嘅出口咧，其實佔咗佢所有出口嘅5%，根本就係可以講微不足道。咁但係咧，大家要小心一樣嘢，澳洲出口最大嘅國家其實係中國。咁若果中國係喺呢個關稅戰受到好大影響咧，就好明顯會影響到我哋。而澳洲對好似韓國啊、日本啊呢啲國家嘅相關性咧，其實對美國係更加高嘅。咁 Simon 好似你頭先所講嘅，如果美國因為呢啲關稅嘅情況咧，會令到佢哋輸入有個衰退咧，澳洲避唔避免到佢哋自己嘅衰退咧？OK， 嗱呢個問題咧就係今集嘅重點啦。我哋用一啲模擬嘅數據睇嚟，咁若果咁樣睇法咧，就可以比較準確啲去預測澳洲到底會唔會有衰退。第一咧，喺目前好多專家咧覺得喺關稅戰之下咧，美國步入衰退嘅可能性係45%，即係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機會咧，美國可能係步入衰退。咁而家我哋2026年啦，咁今年到底美國入唔入衰退咧，就應該係今年會 show 出嚟㗎啦。好啦，如果美國真係步入衰退嘅話，好明顯受影響嘅唔係我哋，而係中國。中國一定受到影響，而係估計有可能從5%嘅 GDP 增長咧跌1至到1.5%，但係就算中國跌1至到1.5%咧，依然有3.5至到4%個經濟增長㗎。咁如果中國嘅 GDP 係增長係跌到3.5到4%咧，咁帶俾我哋澳洲嗰個負面嘅影響咧，大約係0.5度。
咁我哋而家估計澳洲經濟仲有1至到1.5% 增長嘅話，跌0.5咧係對我哋有負面影響，但係唔會去到係衰退嘅時間嘅。咁到最後咧，其實我哋澳洲儲備銀行仲有啲儲備喺度嘅，就係我哋有好大嘅降息嘅空間。咁其實舊年減息唔算多啦。咁若果係經濟真係差嘅話咧，我哋減息咧係可以緩衝我哋嗰個經濟嘅表現啦。咁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下個禮拜我哋繼續胡說八道。